特朗普操控油價，國際油市陷動盪，全球受累。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期一系列舉措，令國際能源市場陷入劇烈波動。美以持續轟炸伊朗，導致中東局勢急劇緊張。伊朗隨即關閉霍爾木茲海峽，影響全球約20%石油供應。呢一個關鍵航道嘅封鎖，直接推高國際油價。布倫特原油一度突破每桶120蚊美金，能源市場瞬間成為全球焦點。特朗普嘅操控手法並唔單止喺軍事行動，佢多次釋放美國戰略石油儲備，並考慮暫停汽油稅、放寬環保法規，甚至可能直接干預期貨市場，以壓低油價。呢啲舉措喺短期內確實令油價回落，金融市場亦隨之反彈。但專家警告，如果政府干預過度，可能削弱市場信心。特朗普則以保護美國消費者為由，強調降低汽油價格係其施政重點之一。喺特朗普嘅政策推動下，能源價格成為全球經濟嘅核心議題。油價上漲唔單止影響交通、航運同物流業，更波及日用品市場。廁紙、牙膏、清潔劑等產品因運輸成本上升而借勢加價，引發消費者不滿。專家指出，呢種連鎖效應反映咗石油喺全球供應鏈入邊嘅基礎地位，任何波動都可能迅速擴散至民生層面。專家認為，特朗普嘅政策反映咗佢試圖以能源為槓桿，操控國際市場，並喺政治同經濟層面爭取優勢。短期睇似乎有效，但長遠可能導致能源市場失衡，甚至引發全球經濟震盪。